台南往来产季就要来到，台南市议长柯丽丽加市长黄伟哲，2月1号上午探着议会临时会召开，特别伫个明治艺术厅召开记者会，邀请侪位的议员以及农会总干事总铺师共同来行销。台南往来，往来。议长柯丽丽表示，今年因为温差大，真侪造水往来拢会闭起，造成农民的损害。因此，希望市府会用协助收购来加工。而市长黄伟哲嘛表示，虽然台南种植的往来面积全国第2，不过品质绝对是上好的，相信今年的产销一定顺利。因为今年的天气很诡异哈，就是忽冷忽热，那有造成农民在采收凤梨上面的一些的问题哈，就是往来会闭开啦哈，所以我想我们今年我们要大力的推销我们好吃的台南凤梨，那我们好吃的台南凤梨呢，能够在我们不是说只有全国哈，我们行销到国外去。我们今年去到日本哈，那有一些这个凤梨的新的通路会慢慢开出来，接下来就有日本的商社会来台湾采购。那我一定要求他先来采购台南的凤梨，因为台南凤梨是最好的，品质跟数量都是数量是全国第2，品质是全国第1。那我相信接下来一定能够让这个广大的消费者品尝到最好的凤梨。你现场嘛邀请总铺师蔡水成将往来来入菜。有往来海鲜酱烘蛋、往来龙船石斑片等侪道的料理，充分展示往来无同的创意吃法。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。